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带来一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是胡适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今天广大的金融消费者迎来了胡适2024年最后一跌今天收了一个光头阴线，而且这个阴线还不小，尾盘甚至出现恐慌下跌从这个形态上看，这三大指数都是破位下跌。截止收盘，沪指跌了 1.63%， 年内累计涨了 12.67%， 深成指跌了 2.4%， 年内累计涨 9.34%， 创业板指数跌 2.93%， 年内累计涨幅 13%， 北证50指数跌 0.8%， 年内累计涨幅 4.14%。 两市4600只股票下跌，只有600只上涨，内资也就主力流出是600亿，两市成交13000亿，比上个交易日多了700亿。下跌的时候有量，上涨无量，说明又一批资金不看好，离开现场，逃离火场了。有网友总结了一下每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基本上都是红盘，这个已经连续10多年了。但是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这个胡适一反常态，给了众多金融消费者来了一记闷杀从成交量看继续在 1.5万亿以下，说明参与的人是越来越少。就这个指数还是在国家队在机构狂拉中国移动还有银行股的这个保指数的这个搞法下跌这么多。大家想一下，如果是中国移动这个什么银行股也跟那个小盘股一样，那今天恐怕就是股灾这最后一个交易日让这个众多散户准备跨年，这个心情已经没有了，索然无味，对吧？金融消费者以什么样的心态迎接2025年？难道真的还像那个上海耶稣说的14000点吗？我记得前两天周末各路专家出来，有的说是5100点，有的说7100点，有的是这是叫什么牛市的起点，各种唱多结果这两天这个胡适就用实际行动给了这些专家几个大耳光。我看网上有人说这个什么上海耶稣说最后一个交易日这根阳线金融消费者乐哈哈，这回估计乐不出来了吧。盘中这个监管部门也是操碎了心一看这个走势要跳水，这监管部门立即马上实时的推出利好，对吧？再一次喊出老乡别走。中国央行公告称为支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将于近期开展第二次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操作，互换期限1年，可视短期，面向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开展操作，互换费率由参与机构招标投递确定，即日起接受机构申报还有媒体说这第一批第二批这个叫互换便利一共是500亿证监会也发话了对参与这个互换便利的这个范围要适当扩大。大家还记得吧？9月份是突然爆拉，就跟央行推出这种叫互换便利这种工具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叫资金面充裕，叫资金流，或者叫资金推动的反弹就是央行定向向股市放水。所以你看第一次获得成功，实际上他没放多少水，这个钱也没多少，今天又祭出这一招，再一次喊出老乡别走，对吧？大招来了，给你再续500亿。但是市场有了耐药性也叫抗敏脱敏对这些所谓的利好这个资金已经失望透顶，对吧？你越喊老乡别走，人家跑得越快，对吧？这个可是监管主管部门操碎了心一看这不行了，马上适时推出这个政策，想挽救胡适奈何这些金融消费者不再相信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些小作文，对吧？这些所谓的利好会有失效的那一天，这些金融消费者他们总有一天发现这些没有用，这个会那个会，这个政策那个政策，最终很难达到预期，所以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选择遇到利好就减仓，赶紧跑路。所以今天胡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对吧？所谓的这个资金流资金宽裕下的反弹也是已经结束很快我们恐怕就要看到成交量到1万亿。从这个2024年整年来看这胡适还是涨了 12%， 但是真正能赚钱的散户能有几个？老股民解套的有几个？新股民进去赚钱的有几个？现在新股民已经踏上了漫漫
解套之路啊。今天这个胡适啊还创了一个记录，就是有史以来年终收工日啊，就最后一个交易日最大跌幅记录，让这些还在幻想着牛市的散户啊，迎来了这个2024年最后一棒，当头一棒啊。根据媒体报道啊，说 A 股迎来首只市值低于5亿元的退市股，公司实控人是原中国首富黄光裕。12月30日，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600898再度跌停，报收1.1亿元每股，总市值3.17亿元，已连续12个交易日市值低于5亿元。当晚，新 SD 美讯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市值低于5亿元而终止上市的第4次风险提示公告。新 SD 美讯称啊，股票2024年12月30日收盘价为1.1亿元。市值为3.17亿元，已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即使后续8个交易日连续涨停，也将因市值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而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赶紧退吧，这些垃圾股啊，留在资本市场浪费资源了，又得坑害多少金融消费者。不过啊，国美的退市啊，也标志啊20年前的首富啊，曾经的首富叫徐道为王时代，这个家电大卖场彻底的退出资本市场。曾经的首富啊，说到首富啊，黄光裕刚出来，然后这个他的国美搞了几年退市，还有一个首富许家印正在登缝纫机啊，还有一个首富王老板正在渡劫。这个北京商报啊，今天又发表文章说啊，严格退市能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改善市场投机生态，能够为注册制入口端囤积更多宝贵的上市资源。北京商报发文称啊，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有逾50家上市公司被实施退市，数量为历史新高。这是很明显的严格退市信号。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要么触及重大违法情形，要么已经彻底丧失投资价值。这些上市公司继续留在资本市场，无法进一步创造投资价值，不能带给投资者分红收益，属于对稀缺上市资源的严重浪费。把不符合上市条件的问题股、垃圾股及时清理出 A 股市场，能够为注册制入口端腾出更多宝贵的上市资源，引入更多科技含量更高、投资价值更大的新鲜血液，促进市场新陈代谢，进一步改善 A 股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出口端的严格退市，少不了入口端的宽进的配合。注册制的宽进并不意味着放水，相比以往 IPO 标准的容忍度明显提高，让一些科技含量高但尚未盈利的企业有了更多踏入资本市场的机会。但容忍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对 IPO 公司整体质量把关的放松，唯有真正有投资价值的企业才能成为宽进的受益者，也有望成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文章说啊，实际上严格退市能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改善市场生态。准退市股都是问题股，相比普通股票有着更大的暴雷风险，及时退早点退，能降低投资者的损失，避免更多投资者入局踩雷。这就是早退早受益啊！与此同时，准退市股通常是投机行为高发板块，甚至可能滋生恶意投机、股价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投资者利益构成严重威胁。退市常态化能避免劣币良币，引导更多资金远离问题股、极差股，流向绩优股，进一步发掘绩优股的投资价值，优化市场资源合理配置，从而更好的提升 A 股市场整体的投资价值稳定性。这个北京商报啊，对吧？难得的啊，呼吁这个严格退市制度，加快退市，把垃圾股啊赶出资本市场，早退早受益啊。但是啊，这个北京商报啊，还是没有说到根本。资本市场要想向好啊，这个北京商报说的，对吧？这个加快退市，这个没有错，然后注册制这也没有错。核心问题啊，根本问题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透明的、公平公正的市场，惩罚奖罚分明。一旦规则定好了，只要违反规则的，那都要到相应的代价。而至于这个公司是什么科技公司，对吧？这个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这个公司能不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这个是由投资者来判断，不应该有个什么审核部门来审核。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只要有人审核，那这里面就有空间，就有猫腻。监管部门，你只要把规则定好，比如欺诈上市，那就是倾家荡产，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都把你追回来，对吧？
吧？做假账的那也是倾家荡产，有多少赔多少。哎，只有这个公司有没有投资价值？哎，它是搞芯片的，还是搞半导体的，还是烧陶瓷的？这个你让市场去判断。它注册制嘛，对吧？只要它没有虚假陈述，它的所有的财务资料都是真的，公开资料全部是真的，那由投资者自己判断，你愿意买那是你自己事情。所以说啊，这个北京商报啊，它还没有说到核心，没有说到这点子上。我们是要加大退市力度，那是对过去犯的错误啊，现在进行纠正。很多上市公司啊滥竽充数，垃圾公司现在还在二级市场，还在祸害啊，这个破坏这个资本市场的生态，所以要加大退市力，把它赶出去。那新上市的这些公司呢，注册制这个应该由投资者自己去判断，对吧？什么公司你只要达到标准都可以上，你只要有人愿意买，注册制嘛，没人买自己就灰溜溜退市了，对吧？你这公司你认为你可以，那你就挂牌啊，你挂牌，总之它有个退市标准，比如说长期在1块钱以下，20个工作日你就退市了。所以你这些垃圾股一挂上去，没人认的话，你很快就会退市。所以作为这个监管啊，不应该管什么公司上市，什么公司不该上市，你只管违法犯罪，只管这些上市公司有没有遵纪守法，只管这个市场的参与者有没有违规，违规的就违法必究就行了。也不要天天喊着什么保护中小投资者，这些中小投资者就应该让他在这市场里面争自灭，对吧？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不要去炒。为什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呢？实际上就是搞复杂了，就是为了上下其手，就为了更多的灰色空间啊。这些制度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科技，不是什么需要你再去设计。这个万恶的美帝，对吧？美西方资本市场这些制度都是成熟的。如果你觉得美帝的资本市场不好，那你看看日本、韩国，甚至越南也可以研究研究。不行，去印度取经，对吧？人家怎么管的？一个市场长期在3000年左右，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所以说要严格退市规则，这个是对的。5000家里面恐怕1000多家都要退市，但是哪些公司上市，这个应该交给投资者来决定，而不是这个部门搞个规定，对吧？你符合这个政策的，你就可以跑步上市。他既然今天这么能干，明年他就能让每个省给你多少名额，对吧？你这个省可以推荐3个公司上市，根本就不是投资者决定的。本来这个资本市场这完全的是叫市场经济，结果它深深的搞成了一个计划经济。你看看最近这10几天，那个点位给你控制的多精准，就是个稳。但是最后一天有点不完美，露馅了，稳不住了，有点不体面。这2天由于这个机构在拉这个大盘股和金融股这个稳指数也导致那些拉概念股暴跌。我看网上有报道很多游资都在这个概念股里面遭到闷杀呀。高位题材股尾盘炸板，大妖股叫电光科技上演断头闸。什么叫断头闸呢？开盘就涨停，到尾盘还剩几分钟的时候，突然从涨停到跌停，直接就20厘米这多少散户被闷杀在里面。这个电光科技12月30号在14点47分，也就是最后还差10来分钟的时候，电光科技开始从涨停板被砸盘，结果大资金从里面疯狂出逃先是5000万砸盘，过了几秒钟之后又是1.2亿砸盘。这就是说不是散户在跑，而是游资或者机构或者叫量化基金昨天收盘后有人就跟着那个卖出前5位的席位全部是营业部，有重庆、杭州、上海、深圳。然后根据那个游资榜单本次湖里大道再度被闷杀。这个湖里大道应该是买了3190万元，还有一线游资叫东方、厦门、监岳路买入也超过3000万，这都是游资从涨停到跌停出不来。当然了，除了游资亏得最惨的，那肯定是那些追高的散户游资他们本来风险就大，风里来雨里去的，他赔得多，他前面赚的也多。但是散户就不一样了，散户是只看见贼吃肉，他看不见贼挨打。这个电光科技里面2万股民恐怕是难以入眠在这个电光科技那个吧里面，就是股吧里面有一个散户留言说他一天就赔了20个点，100万不见了，想死的心都有。这就是炒这些妖股的下场。当然了，散户就喜欢追逐这样的妖股这才叫刺激从跌停到涨停，从涨停到跌停，天地板地天板，够刺激毫不快活。我们再看这胡锡进老师这2天可以说是也有可能他略有盈余所以他在这个很多热点事件评论这一块，对吧，有点失去了这个残存的仅有的一点人性遭到了广大网友的批评。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老师很有可能是今天或者是昨天这个又赔了，所以他那个人性又回来了一点。但他人性回来了一点之后，他回头再看看自己的评论他发现自己是过分了，好像评的有点过了，他又往回找补。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他就是说那种纠结矛盾的心态。你比如说关于这个抹迪
在巴西的这个事件，胡锡进老师他做了好几个评论呢，对吧？咱们也介绍了啊，他刚开始是说啊，这个事情跟比亚迪没关系啊，这个都是美西方这些媒体啊就愿意看咱们的笑话，所以咱们也警惕啊，他不是从那个咱们建筑工人、农民工，对吧？确实呢待遇应该提高，咱们被巴西人抓住了，让人家笑话，咱们感到惭愧，觉得丢人，但应该咱们想办法怎么样让他们待遇好一点，你至少不能让巴西人看不过去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正常的这个有点人性的人的这种，对吧？或者叫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工作者你的一个态度啊。结果胡锡进老师不是，他是考虑的是面子，对吧？大国的面子，你这个事情把大国的面子丢了，你这个那就是美西方是蓄意给咱们抹黑，是针对咱们。这美西方的媒体对咱们就是只盯着阴暗面，报喜不报忧不报喜，好处的从来不说。你看他今天又写了一个微博，说在什么某迪巴西事件中，老胡从一开始就主张不要将外包施工方金匠公司的事情与某迪划等号对某迪这样的头部电车企业，老胡作为中国媒体人，他这个说的错了你看老胡作为中国宣传人，不能叫媒体人，这个他对自己这个定位有一些偏差，所以他总是搞不准矛盾的心态。如果把他定位成中国宣传人，那这一切都很合理就很好解释了。说老胡作为中国宣传人，天然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指的就是某迪那你这不叫护犊子吗？他有错误，他应该受到批评、教育或者是监督。你这个老胡他说他从他的内心出发，他不希望这某迪受到伤害，那他干了坏事，他不应该受什么惩罚吗？所以你看他是个宣传人，他不是个媒体人。他说所以我在上篇文章中认为，无论如何巴西方面使用奴役、解放这些词汇，我真的直觉是夸大了，中间有误解的成分在。下面来了下面就是他开始找补也就是他人性稍微恢复了一点之后，他说但是后来看到有比亚迪的人在国内互联网上发微博，对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未做任何反思，而是直接指控境外相关势力的恶意关联和蓄意抹黑，以及国内部分自媒体里应外合。说实话，我觉得这样做不好。国内一些机构公关危机最经常使用脱责的方式，就是指控境外势力操纵和国内媒体炒作，那样的情形不是没有，但它几乎成了一些机构脱责自保的固定套路。比亚迪作为头部民企之一，希望他不要效仿。你看看胡锡进老师是不是矛盾之中他自己在上一篇那个评论里说了，这都是美西方以嫉妒眼红咱们这个民营车企干得好，所以就盯着这些负面的去报。他自己在评论中就已经把它归咎于，对吧？境外相关势力恶意的关联，都是美西方。结果他这回你看他要批评这个比亚迪的公关，说把这个推到这个境外相关势力和恶意关联、蓄意抹黑，这样做不好。真的，你说这个胡锡进他是不是有点矛盾呢？自己做可以，但是比亚迪的公关这么做呢就不好。最后说了希望比亚迪不要效仿，也就是说我胡锡进可以这么干，你们不要效仿。然后又说了他说我至今明确主张不能单听巴西一方的说辞，不排除巴西是对比亚迪将建设新工厂的工程外包给了中国公司，建工厂的过程既没有太大拉动巴西就业，那些中国工人也没怎么在巴西消费，巴西政府对此不满，找麻烦的意愿大增，比亚迪和金匠公司是可以据理力争的，相信他们的申辩只要有确凿证据，一定会得到很多国内公众的支持。这个胡锡进老师又是放糊涂了前面还说了这不是，对吧？境外相关势力恶意关联和蓄意抹黑，这下面他又说是巴西有可能是眼红你看比亚迪这么大一工程，他都没让巴西当地企业干，你找的是中国的工人去干，对巴西当地的经济拉动就业拉动没什么帮助，所以他就故意针对你。你说胡锡进老师，对吧？刚才还说他是个宣传员，他这回连宣传员都不够格了。因为咱们今年是中巴建交40周年，那中巴是关系是如果说咱们有2个巴铁，那巴西就是一个。巴西是咱们在南美最大的什么地咱们多少大的企业在巴西有厂，不光是比亚迪奇瑞，对吧？还有联想，很多企业都在巴西有厂，规模大得很中巴友谊，那是怎么胡锡进老师到这儿就开始怀疑巴西针对咱们呢？不是破坏中巴友谊吗？而且他这是完全是自己推测
毫无根据。第二个错误呢，你看胡锡进老师他说你只要这个金将公司比亚迪有足够证据，一定会得到很多国内公众的支持。你说这不叫还是这个就说明他还是个宣传员，又回到了宣传员的本色。宣传员什么意思？他就对内宣传，对吧？我们很好，我们遥遥领先，对吧？只要国内人信了就行了，其实国外人信不信不重要啊。你这个事情本来是对巴西劳工部门申诉的，让他们相信，你让国内的公众相信有什么用啊？国内的公众能让巴西发签证是吗？国内的公众相信了就能让巴西撤回这些指控吗？你看看是不是他老毛病犯了？宣传什么意思？那他就对国内宣传，对吧？让你这国内的人安于现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感谢感激。你看，只是外国人笑话，那不管。你看他做什么事让国内人相信？大家还知道这个不吃这一套这个梗吧？大家回忆啊，不吃这一套从哪儿来的？当时说了那么长时间，发了那么一通脾气，后面翻译的时候说啊，大家回忆一下啊，他说这句话还用翻译吗？那意思是我也不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咱说给国内人听的，你翻译它干啥？国内的小粉小工一听，你看多激动啊，马上就高潮，不吃这一套。胡锡进老师不愧是守卫舆论边疆几十年了，所以深谙此道啊，所以他教言传身教啊，他教比亚迪的公关，说你怎么让国内的公众相信支持，这就行了。然后胡锡进老师在关于阿塞拜疆的客机啊被击毁，对吧？阿航空难这个事情上，胡锡进老师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俄爹洗地啊，就到最近一个评论他还在洗地，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作为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者，这个他又搞错了，这就胡锡进老师对自己定位啊非常混乱，他应该是作为宣传员，对不对？老胡个人非常同情这次阿航空难的受难者，并且认为阿塞拜疆总统向俄方提出道歉、惩处责任人和赔偿等3个要求是合理的。我觉得俄方应该实事求是处理此案，展现诚意，否则以后有谁敢坐飞机前往俄罗斯领土，与虎谋皮呀，对吧？前一篇评论还在说是鸟击的，跟鸟去撞上了，他后面又说啊，这是因为美西方在那挑拨，让大家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你看今天他又说啊，要求俄罗斯道歉、惩处责任人、赔偿都是合理的，而且对吧？俄罗斯应该实事求是处理此案，展现诚意。你看看后面又露出马脚啊，他说啊，阿塞拜疆总统已经明确说，现在有证据表明航班在坠落前遭到了地面火力的攻击，但他同时将这一攻击称为非故意的。他说我个人也倾向于相信俄方对飞机的攻击和电子战干扰是非故意的。你看看这胡锡进老师特别善于混淆视线啊，他前面说阿塞拜疆总统说了，他认为这个火力攻击阿航非故意，就是用向阿航放这个防空导弹呢，这是非故意的。到了胡锡进老师这儿呢，他说我也同意，表示他附和啊阿塞拜疆总统说的。但是呢，他把说这个俄方对飞机的火力攻击和电子战干扰是非故意的，这个就是你看胡锡进老师就这么耍他的粉丝啊。这个阿塞拜疆总统可没说电子战干扰非故意啊，这个电子战干扰才是故意的。明明啊把客机击伤，完了之后人家客机要求降落不让降落，结果逼着人家啊飞越里海到哈萨克斯坦去降落。如果不是这个机长和飞行员技术高超啊，他们就已经落在里海，那个时候你就扯不清了，什么证据都没有了。俄罗斯啊如意算盘是通过电子干扰压制，对吧？让这架飞机啊受伤的飞机坠入里海。到了里海之后啊，你想想，即便打捞这架飞机，那也得好几年，那个时候热度早就过去了，俄乌战争恐怕也过去了，那时候就无所谓了，这个事情就拖了以后再说。这就是他们的算盘，哪知道这俩飞行员技术高超啊，深深的把飞机开到了阿塞拜疆这个哈萨克斯坦阿克套机场，还挽救了1半人的生命。胡锡进老师说啊，如果击落最后被确认是事实，那么这件事表明俄罗斯的航空管理已经出现了某种混乱或者严重的漏洞，这很恐怖。然后他又开始说了啊，历史上美国和苏联都犯过对民航客机错误识别并击落的错误。你看看，你聊这个空难就聊空难，你非又把美国给烧上，那意思是说美国也干过这事，所以俄爹干这事啊不算过分。哎，这个正常现象，误击嘛，美国不也有吗？你看看，就到这个时候还要为俄爹洗地，可以说啊，胡锡进老师也是为俄爹啊操碎了心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